大家好，今期姚姐同大家詳細了解下佳景康城商業街啊。因為我哋平時睇樓咧，一般都係睇下4期呢邊呢個學校啦，同埋睇翻3期周邊呢啲街鋪啊。依家都有藥房啦、麵包鋪啦，同埋各種特色小食嘅茶餐廳啊。走，我哋再去睇下。嗱，而家學校對面呢邊咧新開咗有咖啡廳啦，係嘛？麥當勞咧已經有2年時間啦，24小時營業嘅大小朋友都中意。喺 M 記隔離咧就係我哋中山非常之出名嘅正豐魚啦，山水魚嚟㗎味道非常之 OK 啊，而且入邊環境相當之舒服。哇，睇下幾生猛！嗱，跟住過嚟咧，如果中意食辣嘢嘅朋友，可以選擇我哋呢個上菜鴨飯佢係湖南口味同廣東口味都可以適合到你嘅。嗱，喺我哋3期樓下咧，仲有銀行㗎，你睇下咁大間工商銀行，好快就可以對外營業啦。嗱，想要往返港澳嘅朋友，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落樓就有我哋嘅永東巴士啦，翻去港珠澳翻去香港嘅迪士尼機場尖沙咀油麻地呢啲，全部都係有每日8班車距離珠海咁近，又有自己嘅商業街、金融配套呢啲咁高端嘅小區，依家喺度賣緊嘅有80幾平方嘅3房到140幾平方嘅4房而且仲係好多都係精裝現樓，任你揀嘅有興趣嘅朋友私信姚姐啦。嗱，我哋睇完商業街，重點介紹下佳景康城3期珍稀園嘅，依家呢個入戶同埋迎賓大堂加埋園林做一個全面嘅升級，我哋期待越嚟越靚仔嘅佳景康城單價13000幾可以買到我哋佳景康城3期嘅現樓單位呢兩戶兩姊妹買咗嘅，收樓過嚟1日都未有入住㗎，先睇呢個135平方嘅4房你睇下呢啲所有嘅咧都係發展商幫佢裝好嘅，全部都係國際嘅一線大牌子135方做到南北通，雙陽台4個房，相當之實用嘅。全屋嘅日立中央空調都係幫你安排好晒啦。最重點嘅佢係現樓如果唔係介意佢低樓層嘅話咧，呢個係3樓，非常之抵買呢個戶型可以一齊買，亦都可以分開買呢兩套房。原價200幾萬嘅，依家180零萬就可以攞低啦。嗱，你睇我哋主人房咧係相當之霸氣嘅，套廁超大嘅衣帽間，仲有咁闊落嘅主人房睇完呢個135方啦，睇埋我哋對面呢個120平方嘅3房，大個廳特別靚仔。嚟入門，廚房個空間都係非常之靚，佢邊位採光都好好。呢個係一個橫廳嘅設計，淨係個廳都有700米咁長哇！佢呢個主人房都係相當靚嘅，你睇下
衣帽間過去有埋洗手間。嗱，呢兩套單位咧，單價都係13000幾，所見即所得，全新未有入住過，即買即辦證嘅。